喂，Playmate 玩咩好？邊度好玩？我哋去玩。又係我哋去食翠環魚嘅時候啦！有翠環魚嘅地方就有我哋。今次發掘到佢呢一間新鮮魚鮮小丸，主打出去玩火鍋，3個人人均唔使100蚊，可以食齊魚片、鮮牛肉、生蠔、素菜同埋炒河。如果你哋同我哋一樣都好中意食脆肉丸或者打邊爐，就要留意我哋呢條片啦。喺羅湖口岸過關，出關之後搭地鐵去到國貿站，或者喺口岸行過去都只係10至15分鐘。嚟到國貿站 E 出口，上到嚟地面向後行係格倫菲爾口腔，跟住右轉沿住人民南路一直行就會嚟到國貿站嘅新鮮魚鮮小丸啦。除咗國貿站之外，仲有2間分店，分別係好近福田口岸嘅水圍翠芳店同埋南山區嘅南山區科技新太原店。差唔多每個口岸都有間，裝修有種古色古香嘅風格，裏面環境都幾光猛而且乾淨，大部分都係卡位同埋幾張圓台，坐得舒服，冷氣都足夠，坐足全晚打邊爐都冇覺得焗或者出汗。喺廚房隔籬有個海鮮池，可以見到嚟自中山嘅脆肉丸、江豚魚、條條紮嘅羅氏蝦、魚鮮小丸主打脆肉丸、粥底火鍋之外，仲有拿手小菜炒黃牛肉、酸菜魚同埋牛腩煲等等。驟眼睇過 menu，有178蚊或者268蚊2至3人套餐，人多仲有398蚊嘅4至5人套餐。如果單點嘅話，配料最平10蚊。我哋揀咗268蚊嘅2至3人套餐，嗌咗粥水火鍋，火鍋配料有魚頭魚骨、翠環魚片、2個魚生中生蠔、中份嘅鮮切吊龍、皇帝菜、白豆腐同埋1份煮食嘅乾炒牛河。另外再嗌埋58蚊嘅魚腩、39蚊4個嘅鹹蛋黃魚翅，同埋138蚊斤嘅羅氏蝦。呢度有鋪頭建議嘅火鍋蘸料，又有牌仔話俾大家知每款配料淥嘅時間。魚頭魚骨用嚟熬湯底，呢度用嚟打邊爐嘅翠環魚係嚟自中山，門店招牌嚟㗎。養殖過程有種獨特嘅技巧同埋方法，喺水庫吊水60日，意思係魚會被收入乾淨嘅山泉水裏面絕食1個月。呢個過程嘅目的係減輕翠環魚體內嘅泥腥味。喺肚餓情況下嘅翠環魚會消耗體內脂肪，增加肌肉量，從而提高口感嘅脆度。翠環魚片同埋魚腩各1份，魚片大片，65至20秒就可以食。魚片完全冇骨，又冇腥味，肉質緊實。而魚腩份量比魚片更多，30秒至40秒，脆度比魚片更爽脆。中意食翠環魚嘅就知道佢越脆越正。呢2隻魚生生蠔上台嘅時候真係嚇到我哋，因為實在太大隻啦，差唔多大過手掌。呢個就淥3分鐘就可以食，蠔肉肥美厚實，淥完之後一樣咁大隻，冇縮水，肉厚鮮甜冇腥味。打邊爐梗係唔少得食鮮切牛肉啦，呢份中份嘅鮮切吊龍出自秦川土黃牛，現點現切，色澤紅潤，而且紋理感十足，落鍋600至15秒就可以，入口感覺好柔嫩細膩，正。蔬菜類有皇帝菜同埋1份8件嘅白豆腐，未夠飽唔使驚啊，因為仲有1份粉麵加經典微密嘅主食乾炒牛河，河粉炒得唔會超級乾身，佢韌度夠，唔易散爛，用咗鮮黃牛肉，肉味更濃更鮮，都幾夠鑊氣。鹹蛋黃係美食界嘅萬能食材，金黃起沙嘅鹹蛋黃魚翅極邪惡，入口充滿蛋黃嘅鹹香，再夾雜爽脆嘅魚肉，一食就上癮，完全停唔到落嚟。另外再嗌咗4份魚翅，自己 DIY。除咗鹹蛋黃魚翅，唔少得鹹蛋黃羅氏蝦，仲可以揀白灼或者香辣煮法。羅氏蝦係海鮮池新鮮撈上嚟，大隻，即叫即做，蝦開一半更加入味，而且已經去蝦腸，乾淨彈牙，
魚仙小丸可以一邊打邊爐，又可以一邊食小菜，食完之後大滿足。中意嘅話記得 book mark 過嚟試下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住 like、訂閱、share 同埋留言俾我哋。我哋下條片見，拜拜。